会说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来讲迄个话音趣味的台湾话。国情今日敢若讲一音，讲干就好。讲这个干话音所产生的趣味有够侪啦。头一句咱来讲世间，你听到世间你嘛知，就是讲地球，就是讲咱出入但这个世间上，这两字世间。不过人后壁甲你接话呢，接讲世间目药馆啊，上世间啊。啊来讲对遐去，就是讲话音的呢。你明明咧讲世间事的世间，人甲你讲对。干啊大干甲世间去，毋则讲地目药水的管啊上界世间。这咧讲啥？这咧讲世间事无奇不有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咱熬还有人比咱较熬，毋则感慨讲世间目药管啊上世间啊。毋过你认真甲想，即句俗语话，即句话音的话语，这原来在地方的腔较有牵连，因为台北也是中部海口遮大细细无讲细，人讲细。所以因讲世纪间啊，讲世间啊，甲世间就无共音啊。毋则即句俗语，定就是对台南高雄这方面产生出来。过来讲即个间，国情过来讲，戏台顶你定咧听人讲，小生目屎流出台，讲阮家庭就是为奸所害。如今才会含冤，毋知当时才会当讨回公道。为奸所害，有人讲做被奸所害，就是奸臣所害，这都毋免讲的嘛。毋过即马有诶兴食酒的，当然即马食酒莫开车啦。有诶爱啉饮料的啦，因为咱会讲啦，讲我是为奸所害，这就是奸仔的奸啦咱笑詼歌王郭大成老师，较早写《青娥锁》，较早写真侪好听的歌，互叶启田主唱。人伊买手原来写一条被奸所害，互杨小平演唱。这真正就是咧讲食酒的。歌词讲被奸所害，被奸所害，啉酒是三声无奈。讲到啉酒莫开车，咱知影讲婚宴中有当着人摕饮料起来嘛咧敬，无敬烧酒嘛咧敬呢。即马好意，咱伫咧讲来做伙啉对方咧讲无你随意，我干杯。即句原来讲话音的倒位话音，国情认真招你研究。咱讲干杯，即个干，拄我甲酒干的干，拄我甲奸臣的奸拢话音。毋过后壁呢，接即个杯，你家己讲看觅，干杯，讲起来喙唇变会合起来，原来就是即个杯，你喙唇爱先合才有才调讲。所以干杯讲句，语言自然的变化，咱会变做干杯。毋则你伫咧讲你随意，我干杯，就啉饮料尔啦吼。对方真正欢喜，讲你若要干杯，我嘛要啉规杯倒落去讲换你捧起来甲担一下。人就变面啊，讲你毋是讲要干杯？你听好我是讲我干杯干杯是啥？就是干起来，用喙甲干起来，即个干杯啦，干一个杯啊，就要应付啊啦。当然，这是讲俏谈这原来用腔口来分，就知影讲这是台南高雄这方面研究出来话音趣味的俗语话。毋则咱今仔日伫咧研究，国情啊，毋是爱啉酒呢，是爱研究台语趣味，探讨解文说理，深色的内涵啦。